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戴。现在我在冠前街啊，今天呢过来还是给粉絲朋友呢买那个苏州特产。然后今天正好是天气蛮热了嘛，給大家推薦一個好東西啊，我自己蠻喜歡的，我想你們也會喜歡。現在我們一起去看看百年老店採之齋。我們先到這裡面呢來買一點蘇州特產。現在進入到每一家店裡面呢，我們還是要掃這個蘇州道的掃碼進入。現在我已經進來了，這裡面呢蘇州特產呢品種太多了，我就不一一介紹了啊。我們先來買第一樣東西啊，也是比較有蘇州特色的酸梅湯。那他家的這個瓶裝的酸梅湯呢，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，因為我喝過了之後，我覺得跟我以前喝過的口感呢完全不一樣，特別是它冰鎮了之後啊，超級好喝。它是那種酸酸甜甜的，而且喝在嘴巴裡面呢是非常清爽的。我們家裡面人呢也特別喜歡喝。這個小瓶裝呢也是蠻精緻的，300毫升的。正好天氣熱了嘛，不管是吃飯吶，或者走到哪都可以帶一瓶喝，非常的方便啊。我是覺得它特別好喝，所以呢分享給大家。好，結賬。這個拿2桶，這個馬餅。正好路過葉壽和啊，邊上有一家叫平旺辣醬。那大家應該都知道啊，蘇州的平旺辣醬呢是非常有名的啊。現在店裡面呢也是可以試吃的，而且呢它是可以現場瓶裝的，非常的不錯。這一家呢叫稻香村啊，稻香村的桃酥呢也是比較有名的。現在我也要進去買點蘇州特產。現在呢我已經掃碼進入了，這一邊看到的都是盒裝的點心，紅色的窗口呢是現烤區。這個是堅果桃酥，是甜口的。這個是原味桃酥，它也是甜的，裡面呢就是放了一點黑芝麻。這2款呢都是非常暢銷的款，這個就是現做的，現做的就2款都是甜的。現在我來到了盒裝區啊，這邊點心也特別的多。這個是蝴蝶酥，還蠻大的這一片蝴蝶酥，下面有雞蛋捲，然後這邊有麻薯，還有桃酥。這個盒裝的大盒裝的就是松子棗泥麻餅啊，是大片裝的，還有小片裝的盒裝。然後這邊還是有一些核桃酥，這邊上還有一些龍鬚酥哦，口味呢也不同。這個紅色的是原味啊，這個是核桃味的。這個是什麼味道？然後這邊還有點心太多了，我也不去一一去報名字了。這邊還有老婆餅，還有寶玉餅，真的是吃都吃不過來啊，品種太多。然後粉絲朋友讓我幫他帶一盒這個鹹桃酥啊，就叫香蔥桃酥。這個是蘇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啊，所以不是北京的稻香村。帶2盒龍鬚酥，還有麻薯，價格呢都比較適中。這個是清點的松子棗泥麻餅，這個是大片裝的，然後日期呢也是比較新鮮的，而且它的有效期呢是12個月。這個呢也是蘇州的稻香村啊。哎呀，東西太多了，我要把我的後備箱打開。這個是酸梅汁啊，採之齋的，給它放下面。
冠前街的特產買完了，我又來到了蜜字牌蜜餞店啊。我的老粉都知道，我之前也分享过多次了，他家的这个蜜餞呢都是非常好吃的，而且这一款特级休閒杨梅呢也是我极力推薦的。第一次我吃了它之後呢，我就被圈粉了，非常的好吃。然後今天呢，幫粉絲朋友呢買了很多的蜜餞，還有肉鬆，我又買了他家的粽子。在春節的時候，很多粉絲都買過他家的煲把飯，非常的好吃，所以他家的粽子呢也非常的不錯，我也買了一點。喜歡的朋友呢，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